桃园市的观音区公所有员工向指控讲，甲保管的邮票卖予市民的邮社，赚100多万哦。桃园地方法院是以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产罪，判伊2档6个月有期徒刑，嘛互褫夺公款3档哦。违法贪的黑钱100多万充公。这款邮票每一张的金额拢无共款，同市观音区公所表讲有约聘雇员涉嫌侵占保管的公务邮票。甲邮票用面额的8.5折到9折的计数卖予集邮社，半年来不法获利131万7千块。被告就本案全部犯行，于廉政署询问、侦讯及本院审理时均自白犯罪，并于侦查中缴回本案全部犯罪所得。一个4个的约聘雇员是负责个别年金、机场回馈金、威廉家庭物资发放等通知的业务，并侵占业务上保管的邮票。第二，考虑伊成立犯刑、纳税犯罪所得，佮加上有做公益、欺骗做志工，依照贪污治罪条例，侵占公有财物罪，判2年6个月，褫夺公款3年，纳税的犯罪所得没收。该单位的主管要求他清查的时候，发现采购的邮票数量跟他应该发的数量上面有所落差。区公所讲，这件侵占公务邮票的案件是社会科家己发现异常的案件，因为通知业务量正大，每年采买邮票差不多20几万。大部分拢是小额8块以上的邮票，较无用记一张一张记录，才互承办人员有机会犯案。代志发生了，已经记过听犯，一个4块的约聘雇员也已经离职。为了要防止弊端，无搁再买邮票，是甲邮局协议直接提起价，结果逐个月结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